南海迄输的新感想，张志峰。美国的军队伫2021年8月30日退出 Afghanistan， 真侪人果不将赶紧要离开家园。伫飞行机场人客人的情形，对照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历时，嘛有真侪人离开越南的电视画面，互我搁再想起南海迄事。伫1960年代出世的人，拢捌读过南海迄事。各方强迫爱写感想，我阁会记得一句：今仔日若无做为自由奋斗的斗士，明仔载就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。到甲读高中，公民与道德的老师伫上课的时讲着，一个腰肌失断几十日的人，会当夹破枕头仔，用火伫一领内衫顶悬写3000几字的迄书。叫阮家己想看卖，我才雄雄醒来。骗鬼袂食水，原来拢是伫骗。毋过迄阵是戒严时代，我干若是一个高中的学生，嘛毋敢讲啥。落尾证实，这篇南海迄书是国民党伫威权统治时代伪造的故事。伫2003年，作者家己嘛承认，迄是伊本人所写的。南海迄书的目的是要鼓舞台湾人反共的情绪，教育台湾人讲共产党有偌苦，真口说当年教台湾人爱反攻大陆，消灭万恶的共匪。这个人说暗头食西瓜，半暝反正，甲中国共产党你兄我弟，西公心杯，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做伙咧骗想台湾人。威胁台湾人，我建议国民党的权贵人士，甲这篇南海迄书搁读一遍，看卖敢有啥物感想。这篇南海迄书是1978年所创作的，迄阵的政治甲资讯的环境，和即马袂当比。迄当时，就准做有人知影是伪造的，嘛毋敢讲，真正是演到的第四件。毋过，国民党讲白贼的功夫对时代的进步，伫网络的时代制作假民调、假新闻、假影片，结果斗菜刀。若是有常识的人，拢会晓判断真假。上惊无经过纠正，就四假传互亲情朋友，这嘛是咱爱注意的。民主自由是偌济先辈流血流汗用性命换来的。毋是天顶落落来，嘛毋是国民党予咱的。伫民主自由的社会，咱才有做人的尊严。咱会当经过选举，选出家己的总统、国会议员、县市长、县市议员。若做无好，后摆换别人。这是共产国家的人民做梦都想袂到的。伫共产制度的中国，北朝鲜百姓的生活是安怎，大家拢知。我捌看过一篇网啊，中国嘛是有民主，毋过因的民主甲咱的民主无共。因的民主是你是民，我是主。中国话停电就停电，百姓嘛袂当安怎？东北三省的寒天有偌寒，咱无法度体会。无电的寒天是要安怎过？咱台湾若小可跳电，经济部甲台电的官员皮就爱定较硬的。这嘛是民主的可贵。遐个统派人士若阁对台湾不满，请恁寒天去中国东北生活，好好享受无电的寒天。民主自由是世界的潮流，嘛是上界适合人的生活制度。现主时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拢咧甲台湾斗相挺，这就是上好的证明。毋过，中国人的 DNA。就无法度伫民主制度生存，因较适合生存伫独裁专制的社会。莫怪国民党遐怨恨台湾，讨厌民主，袂当看到台湾好，想要甲台湾送互中国共产党，也袂小战，就先想着投降。投降了，保证中国共产党袂甲恁清算。
若相信共产党甲国民党的话，会无好尾。中国若遐好，国民党恁家己去就好，台湾人无要奉陪，无用做恁。上尾，我甲南海迄书内底即句话：今仔日若无做为自由奋斗的斗士，明仔载就会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。换做今仔日若无守护民主自由，明仔载就会沦为互共产党统治的难民。